不管出国爱经过审查，台病院的企业工会甲病院告去法院，今仔是头一届开庭。工会强调讲，其他公司的病院嘛有真侪相关的规定。因强调讲伫病院接受病检的时，禁止休困、禁止出国，这个规则是真侪病院公开违法的秘密。行动要自由。叶飘语话口号，因为不满休假出国，都要经过院方审查通过，而且若无按规定完成程序，会奉送考级委员会处分等严格规范。台大病院企业工会按劳动事件法，向台大病院提起无作为起诉，伫31早起头一届开庭。有一个恐吓在那边，就说：“你不做申请，那我就会惩处你。”一般人听到这个也都会觉得是一个威胁。最近出国的人数可能比较多，也确实是有听到也有同仁，就是确实是因为这样，就没有送出申请单，因为就主管就直接说就是不行。这样的方式其实会让医院长期认为说你们都同意，你们都没有来争议这个事情，所以你们都默许这样的事情的存在。工会表示，规个事件是因为去年5月到7月，病院以偏见为理由，要求所有员工袂当出国，禁止一切出国的申请，引发批评。后来院方因为舆论的压力，撤销偏见期间出国的禁令。不过，要是发现讲有针对员工出国不当审查管控的条款，要是伫咧员工申请出国应该注意事项的规范内底，经过欢迎沟通甲协商，院方要是无爱甲条款删除。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医院妥善的来修正内规，这一件事情其实就可以马上来获得解决。目前在员工出国方面并不会因为就是出国的地点而去管制休假或是出国会知道员工的出国地点，主要是第一个是感管也就是说可能会做适度的注意跟调整前后。那如果有临时的这个工作环境上面的调度那也会做适当的安排。工会强调讲，除了台大病院，医疗界的劳工出国管控审查的机制，其他的公立病院甚至是民间的病院嘛拢有。而且偏见的期间，禁止休假、禁止出国，更加是公开的秘密。希望这种无好的例要紧撤销。记者综合报道。